大家中午好，歡迎大家翻嚟收聽2026年4月16號嘅溫總講美股。咁當然香港講啦，其實咁啊，港股方面今日精神啊，終於有翻支陽燭俾大家睇下。咁希望下週咧都繼續維持到呢個咁嘅走勢啦。咁但係我本身嚟講，星期六嘅時候文章已經白紙黑字寫到明。咁我今個禮拜嘅目標就係26,300。咁當然啦，聽日會唔會跌翻啲咧？咁樣咁其實都連升咗第3日。咁你話有少少回調都唔奇怪。咁但係講緊咧，我相信回調方面嚟講都係好合理嘅回調，咁唔係話特別太多。咁我上個禮拜就 mark 住26,000嘅，咁其實唔去翻26,000都得嘅，其實去27,000咁我更加歡迎嘅。其實咁啊，不過講緊都有啲嘢 update 翻大家，咁本身嚟講唔係話一直向上升嘅可以，咁其實回調都可以有藉口咁樣嘅。咁轉頭同大家分享翻咁樣。咁開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我哋頻道，開埋個啷啷，未來方面講任何新片咧，就第一時間通知翻大家咁樣。咁多謝大家先 ，OK。咁本身嚟講，跟翻個恒生指數今日走勢精靈啦，其實係嘛。咁本身嚟講，大支陽燭就同琴日方面唔同啦。琴日大支陰燭，琴日推高到去26,216咧，跟住一路俾人推翻個市落嚟。咁推下，最終只係神夠收到喺25,947。咁今日方面嚟講，暫時啦，半日市咁都收翻喺26,122點呢啲位置。咁其實就本身即係最低嘅時候收翻喺呢個26,122點嘅位置。中午食飯嘅時候啦，咁喺26,306啦。中午食晏嘅時候26,306啦，最高位嘅時候喺26,320啦。咁其實整體個市況咧，你明顯睇得到一樣嘢，就講緊係個勢都幾好嚇，個勢都幾好。開始大家咧醒翻起，喂，仲有個港股恒生指數喺度嘅，其實唔係淨係得標準普爾500指數咁樣係嘛？咁因為其實全世界都好似望住美股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港股方面咧，過去走勢都係慢半拍咁樣，咁今次方面終於有機會。咁但係嚟到呢啲位置咧，會唔會有少少擔心呢？嗱，的而且確嘅超賣係大家見到㗎啦。咁我正如之前同大家講，咁本身嚟講已經去到返12月中至到講緊係2月尾，咁呢2個半月嘅一個頭肩頂嗰個頸線前頸線嘅位置已經到啦。咁依家其實如果你話恒生指數咧，現階段咧黐黐地頭肩底嘅，其實咁但係就本身嚟講仲有隻右肩未做埋出嚟，咁睇一睇幾時會做埋隻右肩，定係一路高歌猛進咁樣，咁跟住直上27,300，甚至乎之前個高位28,056咁樣。咁正常嚟講就唔係咁走嘅，其實正常嚟講就有啲回調，呢啲合情合理嘅，其實同埋聽日方面嚟講亦都星期五啦。咁本身嚟講有啲投資者方面，因為都擔心咁你美伊嗰個嘅談判到底係咪一帆風順呢？咁本身嚟講大家都好難預期噶嘛，其實咁同埋今日好重要一點咧，就雖然特朗普就已經係即係保持晒信心，咁其實直頭就一路講 very close to over 咁樣咁直頭一路喺處氹緊大家咁但係呢個嘅以色列亦都同黎巴嫩啦咁亦都講緊係有一個嘅談判啦，有個 negotiations 咁樣啦。其實大家好似喺政治上邊地緣政治咁好似一片歌舞升平咁，但係今日方面嚟講出嚟嗰啲內地經濟數據啦，解讀就當好嘅睇嘅，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細心睇下咧，其實都好壞參半嘅啫，基本上咁因為市場嗰個焦點就擺咗喺5% 嗰個嘅經濟增長嗰處，因為本來預期係4.8嘅，之前嚟講係4.5嘅，咁4.5一下去到5梗係好啦，其實係嘛？咁因為講緊爭咗0.5，咁呢處爭好多嚟㗎，其實咁本身好多時即係過去幾年都係0.5裏邊掙扎緊嘅啫，其實即係意思係4.5同5之間掙扎咗一段時間㗎啦，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咁依家喺翻5樓上咧，咁對個即係市況方面嚟講，當然有一個嘅即係帶動作用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你睇翻其他數據，因為三頭馬車都同時公佈噶嘛，固投咁為例啦咁固定資產投資就本來市場方面嚟講對上個月係 1.8%， 咁講緊市場預期係增加嘅，其實會去到 1.9， 咁但係結果咧就得 1.7 咁樣，咁相對真係少咗。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就本身嗰個嘅工業生產方面咧，咁本來係 6.3 嘅，咁市場預期係 5.4 嘅，咁雖然
去到5.7，咁啊叫做好過5.4啦。其實嚇咁比起之前一個月嚟講要好，咁即係之前一個月嚟講啦嚇，咁其實要差。咁本身嚟講5.7同6.3單咗0.6，咁其實差唔多10%，咁所以變咗嚟講呢個工業生產方面嚟講就已經係有少少甩碌啦。即係簡單啲講，固投同工業生產都甩碌啦。再睇嘅話咧，零售銷售又如何？零售銷售方面嚟講唔得，咁本身嚟講就2.8對上一個月，咁但係依家啱啱出嚟呢個數據咧得1.7，哇爭咗1.1喎，其實嚇市場預期係2.4，嗱三頭馬車全部碌都甩晒嚇，三頭馬車全部碌都甩晒，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嚇個經濟環境唔係冇隱憂嘅，係有隱憂嘅，加埋咧平時唔係點喐嘅失業率啦。今次都喐咗，咁由5.3去到5.4咁樣嚇，咁本身再加埋70大中城市指數咧，都唔得嘅，其實嚇3.4嘅，其實嚇，咁之前嚟講係3.2，你睇其實就本身嚟講平時。因為 GDP 就係一季出一次嘅啫，咁但係平時出嚟啲數據咧，你睇到好明顯，五個數據都有瑕疵嘅，其實嚇，咁本身嚟講新屋銷售咁其實有瑕疵，咁跟住就本身固投咁又少咗，仲差過預期，咁調翻轉頭就講緊係呢個工業生產差過預期，好過即係差過上個月，咁但係好過預期，咁但係都係差啦，其實係咪？咁因為都係少咗啊嘛，咁跟住零售銷售仲差得誇張嚇，咁講緊就差咗成1.1%咁樣，咁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內地嘅經濟環境咧，其實都係有啲嘅唔係咁好嘅情況，某啲位置。咁但係調翻轉頭咁飄忽啲咯，其實嚇月頭嘅時候咧個 PMI 做得幾好，咁但係去到月尾嘅時候咧。你又見到咧個三頭馬車做得幾差，咁早前其實個出廠價指數都做得唔錯，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就本身我自己個人睇法啦嚇，咁嗰個嘅港股方面咧嚇，如果再上嘅話，咁當然26,300其實係過去方面嚟講關鍵阻力啦，其實嚇，咁如果再上嘅話，空間應該會比較窄啦，咁唔排除有啲回調都得嚇，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唔回調嘅，咁一鼓作氣嘅咁樣，咁我當然歡迎啦，其實嚇，咁如果一鼓作氣嘅話咧，對上方面嚟講嗰個嘅經歷最多就去到27,300嚇，咁但係呢個其實係咪咁容易做得到呢？咁我自己有少少疑問嚇，咁講緊就本身可能會突然之間嚇，唔知揾咗個咩原因，跟住講緊做翻落嚟。咁所以依家嚟講呢，就放止腰可以嘅，其實嚇，咁但係呢，就加新倉落去呢，就有少少保留啦嚇。咁大家可能要即係等一等，忍一忍，咁等到翻即係確切翻嚇，咁有個後抽，有個回調，回調咗之後，咁講緊係跟住之後再買。呢個會比較安全啲。咁其實點解咧？嗱，就算 even 好勁嘅，例如之前咧嚇，咁啊講緊上年4月份跌落嚟啦，咁恒生指數升過上去，升得好急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啊升咗一輪，呢個其實都升得耐㗎啦嚇。咁由4月份升到去5月尾嘅時候咁樣，咁其實算係升得比較耐。咁但係你都見到啦嚇，咁本身都最後會有啲嘅回調嘅，其實嚇，最後要有啲回調嘅。咁而今次方面會唔會可以好似翻4月份咁犀利咧？嗱。我自己覺得機會就比較細啲啦，因為點解呢？今次回調嘅幅度冇4月份嗰陣時咁高嚇，咁因為4月份嗰陣時你見到恒生指數當其時啦嚇，咁由翻呢個24,874點，咁一下子咧落到去咩呢？落到去呢個嘅4月9號方面嚟講個低位19,260點，咁你諗下，其實講緊喺24,874，咁都差唔多25,000啦，咁落到去講緊係19,260，咁其實嗰下個調整幅度嚟講，咁講緊成呢個5,000幾點嚇，咁調翻轉頭，今次方面咧，今次其實講緊係本身最高28,056，咁一路跌到嚟最低嘅時候咧24,203，咁你其實講緊見到嗰個分別係咩啊？個分別講緊係爭咗4,000點唔夠嚇，但係講緊基數已經高咗啦，因為呢個4,000點就唔同嗰個4,000點嘅咯喎，其實嚇，咁嗰個4,000點係24,800個4,000點，呢個4,000點係28,000點個4,000點，咁個高基數效應啦，咁變咗嚟講，當其時回調幅度係明顯嚇，明顯就比今次方面嚟講要即係比較多、比較大咁樣。咁所以反彈方面嚟講比較有力氣，亦都係即係大家預期之內。咁再加上啦嚇，特朗普當其時其實講緊就嚇。
即係打打鬧鬧咁樣，又打又鬧咁樣，咁其實講緊最後咧，咁佢都係傾向於達成個協議，即係簡單啲講，客完大家咧，佢都興俾翻粒糖大家食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嗰下回調得稍微比較快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當啦，其實嚇咁啊最低去到即係當其時彈到最高嗰下，跟住回調啊，咁最高下你當5月21號啦，其實嚇5月21號，因為呢下即係4月嘅時候嗰下咧都係打橫行啫嘛，5月21號啊，咁你其實5月21號同翻呢個嘅4月9號比較咧，咁其實老實講，咁講緊就個月鬆啲咯，一個月鬆啲咯。今次會唔會有一個月鬆啲咧？咁可以升得耐啲咧？咁當然我唔知嘅，其實咁但係就如果再升嘅，咁我自己覺得嗰個動力方面可能會慢翻啲落嚟咧。呢個啲都唔奇怪，咁因為本身呢次個焦點咧係美國同伊朗，咁而調翻轉頭，美國本身嚟講咧，唔需要波斯灣嘅原油，咁但係中國內地需要咁而唔止中國內地，亞洲地區都需要，所以受影響最重嘅就係亞洲地區，咁所以俾我嚟講咧，我自己都係維持翻啦。短期咧再往上大幅上升嗰個直播空間咧，咁其實未必好大，咁亦都擔心呢個美國同伊朗方面嚟講咁可能突然之間翻台，咁又或者講緊係簡單講反台啦，其實唔好讀得咁文藝啦反台咁樣咁又或者講緊係因為咩其他原因，可能即係有個回調，咁呢啲唔奇怪咁樣，所以依家買落去咧，我諗攝飛仔嘅就係其實唔可以一次過買晒，呢個等於我呢兩日嘅 topic 其中之一個，咁攝飛仔咁買嘅就其實唔可以話一次過買晒咁樣咁但係大方向都係仲係向上嘅，仲係升緊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大家投資者就唔使特別太擔心，亦都唔使特別太驚，咁總言之，如果有回調嘅話，咁其實就係大家趁低吸納嘅機會咁樣，就等於好似上一年咁樣咁你見到喺翻4月喺翻呢個嘅4月份咁懟落嚟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本身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大家趁低吸納，咁趁低吸納完咗之後，跟住乘勢而上咁樣呢個就係比較王道少少嘅做法啦，比較合理少少嘅做法。OK， 咁所以變咗嚟講，現階段有貨可以揸住。咁如果你話想食股嘅，我覺得即係部分咯，其實唔可以一次過，唔可以食晒。其實因為本身個市底強啊，所以變咗就唔值得食晒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嗰個上證綜合指數內地啦，咁內地當然外圍方面做好，佢都做好嘅慢牛，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個阻力位啦，大概都係維持翻4200，即係上次咧4197呢個位置4197呢個位置。咁另一方面嚟講，就本身美匯呢個嘅標準普爾500指數咁亦都就3個禮拜連升啦。咁而依家最新啦，其實咁亦都3日連升啦，其實咁亦都去到個布力加通道頂啦，咁亦都係超買啦咁 RSI 方面嚟講亦都去到78啦咁跟住講緊隨機指數亦都去到99啦大家冇聽錯99咁99.61 exactly 就係100就係盡頭咁即係其實都好盡㗎啦咁亦都係嗰句咁超買緊咁樣。見到美國方面嚟講啲散戶咧都開始有所喐動咁所以變咗就的而且確讓大家投資者方面有個戒心會比較好啲嘅雖然其實都係正面緊，都係向緊上，但係有少少戒心會比較好。咁而跟住講緊美匯指數啦之前提過大家美匯指數向下走，咁個股市方面有着數，咁的而且確啦，美匯指數不停向下走，咁個股市方面嚟講就不停咁升咁樣。咁而家唔覺啦98又穿其實咁之前嚟講最低去到邊度咧？最低其實講緊係去到95.5嘅，其實咁依家爭唔到幾多，爭一個好少嘅數咁你說大家留意住。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就本身個人民幣人民幣就因為美匯走弱啦，咁人民幣通常就會企硬啲嘅，咁喺6.8附近呢啲位置咁樣。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就個港元咧，咁亦都係翻7.83其實變化唔係好大咁樣咁今日嚴格嚟講，你可話升咗添。咁與此同時另一方面咧，就本身10年期美債息咧你見到喺4.274嗰啲水平咁樣，加上咧個金價啦，咁金價方面嚟講就繼續強勢，咁喺4830蚊，美匯弱金價容易強，呢個係好正常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咧好多朋友問食唔食股咁樣，咁我自己覺得都可以揸住，咁呢個都同大家分享咗我嘅睇法。咁而銀價方面嚟講啦咁繼續向上，咁呢個亦都係我嘅預期啦。咁而講緊就加倉好唔好咁樣，咁呢個就唯一就本身因為再上嘅話咧，81蚊會有阻力嘅，咁所以變咗就加倉好唔好咁樣，咁依家先加就似乎好似稍稍蝕底少少咁樣咁但係本身有貨嘅可以揸住加倉嘅話就另外一個諗法大家要諗一諗翻個風險問題咁樣。咁油價方面咧
你見到都跌唔落嘅，係86蚊布蘭特期油，咁都叫做比較硬淨。其實紐油同布油都比較硬淨，所以其實個股市或者風險資產啦，其實係走先咗嗰個嘅本身會談方面嚟講嗰個嘅預期嘅。其實咁比特幣亦都係啦，咁唔覺又去翻74,91974,919咁樣。咁另一方面嚟講，就個 VNX 亦都冇嘢驚啦。其實冇有怕啦，已經去到咁講緊就18.18咁即係去翻過去方面嚟講啲平均嘅橫行區頂咯。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唔特別擔心，其實唔特別擔心咁樣。咁跟住馬上同大家跟埋個港股啦。其實咁跟港股之前咧，咁本身嚟講就都同大家賣個小廣告。咁本身嚟講，因為我公司咁我都要 declare 翻自己公司嘅。咁本身嚟講，我公司係 iFAST 係一間新加坡上市公司，上市編號就 AIY 咁樣嚇。咁本身嚟講咧，我哋喺全世界咁其實就主要都係歐亞地區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分行嘅。其實喺內地我哋有10幾間，咁喺香港方面嚟講有啦有800幾位同事招呼大家。咁主要都係其實back office 同事多咁大概700位 back office 同事咁樣嚇。咁所以其實主力都係我哋公司主要係做 supporting 嘅。其實咁跟住咧就本身嚟講亦都咁我哋公司管理嘅資金都成2000億咁多咁樣。咁而除咗香港之外咧，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啦咁巴林啦，其實咁跟住去到英國Canary Wharf 倫敦嗰邊，咁都係我哋嘅辦事處啦。其實有銀行啦，講緊股票啦、債券啦、基金啦、養老金都係我哋公司方面嚟講嘅主要業務。咁本身嚟講咧就公司亦都好好特登為我呢個平台咧搞咗3個投資組合。咁分別咧就係呢個嘅月供型啦咁另外2個就係一筆過嘅。月供型呢個2000蚊已經可以開始。咁希望幫到大家咧，就講緊係即係積少成多咁樣，因為未來世界咁講緊係人工智能又好又或者講緊係機械人都好，年青人越嚟越難揾食。基本上依家好多時啲人都話講緊係畢業就好似失業咁樣，因為點解咧？其實以往啦我出嚟打工嘅時候咧，咁講緊仲有老闆一個人2個秘書嘅。其實一個打字，一個就負責打電話咁樣。咁後尾到我即係講緊係出嚟做嘢咁樣大少少嘅時候咧，已經去到一個人一個秘書。咁因為我出嚟做嘢嘅時候，咁講緊就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咁其實啲老闆好多時連電郵都唔識嘅。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咁去到我自己叫做即係做咗幾年嘢啦。咁講緊咧就開始真係見到啲秘書熟咗。咁後尾去到零幾年嘅時候咧，已經2個老闆1個秘書啦。其實2個經理1個秘書。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未來方面咧即係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讀，仲有呢個嘅秘書課程讀噶嘛？大家仲記得80年代咁，其實80年代話以前咧，仲有好多秘書課程讀嘅。咁後尾已經根本上呢個科目咧都買少見少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好明顯地，其實早啲儲過錢，咁講緊對於未來方面有個幫助。咁所以其實就呢個特登係為咗大家，其實冇錢賺嘅，即係老實講，真係即係講緊係本身嚟講，抌埋落我哋公司個大鋪咁解啫，由我哋公司嘅研究團隊去幫大家一齊操作嘅啫。其實咁而另一方面嚟講，一筆過嘅投資組合咧，分別就係呢個即係波幅型啦咁同埋講緊係呢個嘅高息型啦咁高息型就主要買啲股份都係收股息嘅為主。咁因為香港收股息嘅股份係跑贏恒生指數嘅。其實大家唔知唔知跑贏唔知少少添嘅。其實每年跑贏2-3% 嘅。其實咁講緊就如果你當銀行收息嘅話，差唔多等於成年利息嚟嘅啦，根本上。咁而基本嗰個嘅波幅組合啦，咁我哋唔一定擺喺香港嘅。咁其實我哋都買咗好多美股咁樣嘅。其實咁講緊本身琴晚出嘅 ASML， 咁我哋客人都有買。咁講緊又或者個別其他咁樣咁其實本身就講緊都係主要係睇個投資機會啦咁如果個投資市場有機會，咁講緊你咪買咯投資市場冇機會嘅，咁咪講緊係可能轉走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咧2個組合一睇下大家需要啲乜嘢。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歡迎同我哋聯絡。咁98616400咁樣98616400咁樣咁講緊當然港股我哋都有買
買嘅，其實唔係話淨係買美股，其實如果個波幅組合咁樣兩邊都有做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期待住同大家跟進咁講緊提一提聲如果上嚟我哋公司咧，咁我通常都會同大家打聲招呼嘅，其實咁多謝大家先。咁另一方面咧，個戶口方面好透明嘅，咁講緊係隨時睇到戶口狀況啦，咁隨時可攞得錢啦，咁亦都有匯豐渣打同中銀香港咧係作為一個信託銀行，咁有啲咩事嘅話，其實啲錢喺佢哋度，咁大家唔使特別擔心咁樣，好冇咁多謝大家先。咁同大家跟翻下港股啦，其實港股方面嚟講，咁先睇翻呢個嘅寧德時代啦。咁寧德時代今日就犀利啦，咁本身嚟講咧就見到佢今日個表現方面嚟講就做得非常之好，咁主要點解咧？因為其實嗰陣出咗業績，而業績方面嚟講大升嘅，其實講緊就本身變咗嚟講推動到個股價。你諗下，每股盈利方面市場已經預期係升到去4.3毫二嘅啦，其實咁結果出嚟咧都去到5.2毫6咁樣咁本身嚟講嗰個盈利增長咧即係講緊係升得比較多咁樣，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咁可以留意下啦，其實本身嚟講的而且確。喺嗰個能源方嘅情況之下咧，咁好多時大家都會將啲即係將啲即係講緊係嗰個嘅能源發展啦分散一下，其實就唔係好似太集中咁樣。咁我哋國家做得好好嘅，咁過去方面嚟講就有佔國家個能源組合咧30%嘅啫，其實咁而就算 even 咧講緊中東方面嚟講，咁雖然其實都去到我哋本身嚟講嗰個油嗰個比例咧，咁都係去到成即係本身30度啦，其實30%度啦，因為俄羅斯佔20嘅，其實咁講緊中東咪分咗好多國家咁樣，咁本身嚟講就沙特咁排第2嘅喺我哋國家嚟講，咁跟住伊朗伊朗就冇 official 寫明啦，咁但係就本身伊拉克嗰啲咁樣，咁其實都多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正因為嗰3成裏邊嘅30%都係其實咁有數得為啦，33歸9咁樣，即係9%咁樣，咁所以比嚟講可以 cover 到嘅，咁因為講緊就你同其他地方買多少少，因為我哋其實除咗海路之外啦，咁國家都已經係做好晒防範，咁其實係可以喺呢個巴基斯坦嗰邊經陸路入口嘅，其實我哋啲石油咁所以變咗因為馬六甲開合，驚美軍隨時可能封鎖咗咁樣，咁內地變咗嚟講就斷咗油咁麻煩。再加埋我哋可以用煤煉油嘅，其實咁只不過個成本方面貴啲咁維翻美金90蚊一桶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本身呢個就我哋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到寧德時代咧，咁因為其他國家咁例如好似新興市場嘅事啦咁分分鐘電纜都冇嘅，其實佢哋啲屋企咁變咗嚟講咧，而家好興就係咩咧？就買一套中國嗰個嘅發電措施咁包括其實電池啦，包括其實講緊係個太陽能板，咁其實好平嘅啫，其實買俾佢哋都係二手貨咁樣，咁本身嚟講就冇乜包裝，直接訂去俾佢哋㗎啦，其實咁講緊就本身附一嚿電池咁樣，咁依家用 LED 嗰啲電池亦都好平，咁所以變嚟講對於寧德時代咧，咁其實啲舊嘅去咗，咁新嘅你都要補翻㗎嘛，咁變咗嚟講對於佢哋嚟講就即係相對着數咯，其實咁所以寧德時代嗰個嘅業績咁其實就啱啱出嚟，咁做得好好咁樣，市場方面嚟講就非常之即係有個即係憧憬喺度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啦咁就即係走得比較即係高啲，咁今日方面升咗成10%咁升咗成10%咁主要其實講緊多投資銀行方面嚟講上調佢個評級，咁所以呢處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咁因為淨係第一季都賺多咗50%咁滯，咁所以其實講緊表現好係好正常，咁因為呢啲好得夠多其實咁同埋之前嚟講咧出業績前咧，咁你見到佢其實講緊都喺處整固緊等緊其實咁所以呢個突破係有效嘅其實咁跟住咧就本身除咗寧德時代之外咧，咁都同大家睇一睇嗰個嘅700騰訊啦，咁騰訊方面嚟講一眾科技股因為唔開車咧個市開唔到車，個市行唔得遠行唔得高嘅，所以變咗騰訊方面嚟講今日都開車，咁講緊都升贏個市去到翻513蚊呢啲水平513蚊呢啲水平，早前嚟講最低嘅時候咧落過去咁476蚊呢啲位置啦，咁都提過大家其實就喺呢啲位置方面嚟講，咁就到底落幾多唔知，咁但係調翻轉頭啦都可以揸住啲貨咁樣，咁如果揸住啲貨嘅朋友現階段應唔應該走咧咁樣，我自己覺得啦應該可以 keep 翻嘅，最少啦
咁啊之前亦都提過大家，咁都可以翻到個裂口位置嚇。咁裂口位置方面嚟講，喺呢個529蚊至到講緊係咩咧？至到講緊係呢個嘅542蚊呢個水平嚇。咁所以呢處留意翻咁樣。咁啊，除咗騰訊之外啦，咁亦都留意翻嚇。咁啊，本身嚟講近期嘅股王匯控啦，咁匯控方面嚟講嘅走勢咧，見到今日都去到414。咁其實琴日方面嚟講啦嚇，咁衝高到上去427㗎啦，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破頂去150蚊呢個時間問題嘅啫，其實嚇。咁應該都係繼續上嘅機會會比較高。咁所以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就可以留意翻嘅，其實嚇。OK。咁啊，本身嚟講就有貨繼續揸住，冇貨嘅話咧，咁其實調翻轉頭啦。咁啊，依家先買又好似得幾蚊雞賺，咁呢個就賺唔賺交翻俾大家咁樣。咁而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就本身希宇科技啦，其實嚇 Minimax 咁啊，講緊今日都有消息。Minimax 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出咗個聲型大模型，不過即係咁講啦，其實可唔可以改名？下次咧唔好改埋晒咁明顯抄人哋咯，其實嚇。咁啊，講緊我相信啦嚇，咁就本身唔係因為知道有個手袋品牌，我諗佢哋未必會改自己個名叫 Hermes 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咧英文叫 Hermes 啊，如果法文叫 Max 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搞埋個模型都叫 Max。咁你叫大家即係做手袋嗰間，咁即係唔知多謝你好定係應該即係即係 F35你都唔好搞到至於1035咁樣算數啊！其實有時抄功課都即係講緊係用少少心機啊！我記得我以前細個俾人抄功課，有個同學仔真係搬字過紙錯埋一模一樣咁樣，咁啊搞到害埋我俾 professor 鬧咁樣，即係講緊係對住佢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咁樣咁啊，即係你知啦咁啊，大家身處海外咁啊，講緊互相照應㗎嘛，咁調翻轉頭俾激到我死下咁樣咁啊 anyway 講緊就港交所，咁港交所就講緊嗰個走勢，本身嚟講388，咁你見到啦410，咁本身就跌咗3個8嘅，其實嗰個股價方面跌咗3個8，咁啊今日方面嚟講咧就衝高回落衝高回落，咁啊今日走勢的而且確唔係咁靚近期港交所咧佢其實就樣樣嘢都好，但係就啲人唔炒佢，咁你真係的而且確都冇辦法，其實咁但係講緊今日曾經衝高到上去最高嘅時候咧，就41、42、416嗰啲位㗎啦，其實咁我琴日節目都同大家講過，咁短期方面嚟講都係410至420都會有啲阻力嘅，咁啊希望呢個阻力方面盡快消化到啦，消化完之後再往上走，咁啊本身嚟講嗰個目標方面咧435蚊，咁其實都可以考慮到嘅，就咁樣 OK。咁啊港股講咗咁多先啦，咁跟住講埋個美股咁樣，講美股前咧，咁其實都簡單賣個小廣告。幫我哋嘅中午嘅投資課程，咁啊溫總實戰投資同學會，咁其實就逢星期1至5，咁啊港股交易日就會有即係講緊係同大家跟進嘅。咁其實主要就包括啦每日一股，咁啊其實嗰啲嘅話題方面咧咁就本身盡量喺市場揾翻一啲嘅，即係去到啲關鍵位嘅股份，咁其實就睇一睇個值博率咁樣。咁其實就本身同大家一齊研究下，咁就講緊包括買入價點 set 啦，目標價點 set 啦，跟住講緊就支持價方面嚟講要有啲乜嘢留意咁樣，咁基本分析技術走勢都有齊㗎啦，其實咁當然亦都會分析翻大市啦咁舉例好似講緊就有時會分析翻啲基本面，例如好似市盈率、市場率、市銷率呢啲咁樣alpha beta 呢啲咁樣，咁啊甚或乎beta 嗰啲咁樣啦咁而調翻轉頭，咁技術分析亦都會有咁之前亦都同大家分享過，咁例如好似移動平均線啊、MACD 又或者講緊好似呢個嘅隨機指數甚至乎 RSI 呢啲咁樣，咁技術指標，咁又或者講緊係啲陰陽燭方面到底點用咁內地叫 K 線啦咁到底點用咁樣，內地同台灣，咁關呢啲都會同大家分享翻嘅，其實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亦都可以重溫，我哋有2個禮拜重溫時間，再加上咧就本身嗰個嘅。我哋都夜晚啦會有個即係小專欄啦，其實特登為翻啲嘅即係同學設嘅，其實咁叫做溫總隨筆咁講緊係啲投資筆記嘅，咁其實話日記咁樣嘅，咁俾翻大家咁樣，咁希望幫到大家手，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咁可以喺 YouTube 上邊訂閱，咁其實就本身撳翻加入掣就可以噶啦，每個月只係需要400蚊啫，其實咁節目咁豐富都係400蚊嘅啫，其實OK，咁多謝大家支持咁樣，咁希望大家可以學到嘢咁解呢個就
就我哋最主要目標咁樣嚇。咁本身嚟講高呼翻美股啦，美股方面嚟講咧 ASML 嚇，咁講緊就本身都出咗業績嚇 ，ASML 方面嚟講都出咗業績。咁本身嚟講就 ASML 方面嚟講，琴日啦，咁講緊就本身嗰個業績表現嚇，咁都做得非常之唔錯。咁講緊就本身嗰個業績咧就大升咗好多嚇，咁所以其實講緊咧對於投資者方面咧都有個比較上好嘅 expectation 咁樣嚇。咁我自己個人會認為咧，就本身 ASM 方面嚟講咧，就講緊係因為個業績方面做得好，咁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就有個憧憬，咁呢啲係好正常嘅其實嚇。咁但係呢個嘅正常表現方面，未來方面嚟講，可唔可以再更上一層樓咧？咁樣咁全世界得一間做光刻機啫嘛，咁所以其實根本上咧嚇，咁講緊佢已經係獨領風騷㗎啦，根本上自己攬晒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緊就你好難揾其他 competitor 咁樣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對佢嗰個表現咧，咁我自己覺得嚇更上一層樓呢個基本都可以幾肯定㗎啦，根本上其實嚇。咁不過琴日方面嚟講就個走勢嚇，咁有少少壓力嚇，咁叫做落翻去1481蚊嚇，1481蚊嗰啲位，咁講緊就我自己會預期啦，其實嚇，咁今日方面因為喺翻呢個嘅 pre-market 嘅時候，即係應該咁講，現場交易時段 after market 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本身講緊個股價都升翻嚇，咁升翻3% 到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對於往後咧，我自己覺得衝1500蚊咧呢啲時間問題嘅啫，基本上其實嚇好快會到，咁所以投資者方面嚟講都可以嚇，如果有機會俾大家趁低吸納到嘅話咧，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嘅，長線持有呢隻股票係可以，咁因為本身就國內方面暫時仲未做到光刻機呢一樣嘢，做唔到咁仔細嚇，做唔到呢個2納米呢啲咁仔細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喺內地方面暫時未追到嘅時候咧，咁佢變咗一個即係獨市生意嘅一個情況咁樣嚇，獨市生意嘅情況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就留意翻，唔怪得之原來我打錯咗個字，我就係講點解揾極都揾唔到咧嚇，咁所以其實咧唔好意思啦嚇，咁講緊就揾嚟揾去揾唔到嚇，原來如此嚇，咁講緊就本身咧鬼揞眼啊嚇，咁所以其實都係會突破翻嘅，我自己覺得就嚇，咁如果你話琴日有機會趁低吸納嘅都幾好啊，咁因為你見到都最低落到去嚇1415嗰啲位嘅嚇，1415嗰啲位嘅嚇，咁講緊就本身after market 都去翻到1500蚊嗰啲位置附近咁樣嚇 ，OK， 咁跟住講緊咧就本身嚇，咁另一隻方面大家需要可以留意翻嘅咧，就本身啱啱最後華爾街大行啦嚇，咁算係一間即係比較上最後出嘅，咁因為佢之前喺雷曼嘅時候咧收購咗美林啦，其實嚇 Merrill Lynch 咁講緊就呢個就講緊係Bank of America 咁樣。Bank of America 方面嚟講，琴日個走勢個表現啦，咁業績方面當然好啦，其實嚇咁如果唔係唔會升1.82，咁你睇翻到每股盈利方面嚇咁講緊就比市場預期好咗9%。銀行股好少好咁多㗎，所以變咗嚟講佢嗰個股價走勢係做得好。咁未來方面嚟講咧，應該會即係講緊係挑戰翻之前啲高位。咁我自己覺得咧，破頂嘅機會存在嘅嚇，57.5毫半，57.5毫半破頂嘅機會存在咁樣。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嚇正正地咁講緊個市場咧，唔係再起革命嚇，咁大家仲記得以前啲集體回憶，咁就係即係蘋果嚇，咁真係大家好似遺忘咗佢，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咁佢股價方面嚟講就忽然之間彈咗上嚟啦，咁因為好隻都彈，咁琴日隻都彈，咁佢咪都彈埋咯。其實琴日專門彈嗰啲咧，之前冇乜點升過嗰啲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蘋果終於都起身啦，其實係嘛，咁但係短期咧個阻力位置方面留意翻喺270蚊附近，270蚊附近，咁依家距離3個零銀錢，咁講緊就睇下值唔值博啦，大家自己諗一諗。咁當依家買就唔好制啦，等佢回調嘅時候先買會比較好啲咁樣。另一隻方面嚟講咧，去到一個好平嘅境地就係Microsoft 方面嚟講就411蚊，雖然其實咧就叫做反彈咗一輪啦，其實咁因為唔覺有翻之前個低位，咁本身嚟講就350幾蚊，咁叫做彈到上嚟410幾，咁其實如果計百分比計咧就彈咗唔少啦，其實咁因為都彈咗成16%，咁但係對比翻佢之前跌落嚟啦，咁由翻啲高位，咁本身嚟講當其時3.5，咁掟到落去咩咧？掟到落去355，由3.5掟咗落去355，冇咗200蚊，咁其實就本身嚟講相當於36%，咁調翻轉頭啦，咁依家其實
411蚊仲差好遠啊，係嘛？咁仲有百幾蚊嘅距離咁樣。咁加埋啦，其實講緊就本身 NVIDIA 都開車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家陣係叫咩？齊歡唱同慶賀。咁所以其實整體方面嚟講個市況咧，咁啊講緊就既然隻都開車咧，咁所以恒生指數方面咧，個走勢方面咁啊見到嚇，咁都晏晝開翻市，咁依家喺26,252蚊，咁52點呢啲位，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有阻力咧？阻力出現嘅時候咧，都係大家可以趁低吸納嘅機會。OK， 多謝大家收睇，咁樣希望大家有愉快交易日咁樣。咁啊講緊今晚方面嚟講，直播提一提聲，就今晚因為有講緊有壽宴，咁本身嚟講就琴日都同大家提過㗎啦，其實嚇，咁要褪早少少啊，咁希望7點鐘見大家，7點鐘見大家嚇，呢個香港嘅7嚇，唔係內地，內地呢個係8嚟嘅嚇，咁1、2、3、4、5、6、7個7嚇，7點鐘見大家咁樣，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呢個時間咧，其實平時知道大家搭緊車嘅，其實嚇，咁啊大家搭緊車同佢睇嘅，我相信大家啲數據足夠嘅。OK， 多謝大家，拜拜。